台湾博物馆甲民间团体合作推出用台语来解说铁路文化的活动，互民众会当对台湾的历史也有母语有无共款的体验。也若这用台语来导览铁路文化的活动，上紧会伫年底来举行。差不多2300万做这个模型拢用电动的。 志刚用台语小解铁基路的文化，台湾博物馆和台基路协会合作推出教育计划，培养志刚用台语来解说。参加志刚讲，伊细汉的时阵讲台语是互发钱的年代，听到政府推出台语导览就来参加，唔但会当学到专业知识，也会当甲台语慢慢捡回来。 我来参加导览吼，我会当四界来看这历史的建物啦，我拢会当了解。可能有听众来，有民众来吼，咱会当甲这台博物馆内底所有这历史啦，还是等等，会当甲大家分享。我感觉这真好。参加台湾博物馆验收的这批台语志工有10多人。台博物馆表示，用台语来做导览已经实行2-3年，一个月就有20多场。 平均逐工拢有台语导览，效果和反应拢真好，所以才伫今年佮推出结合铁路文化的活动，打算年底也是明年正式启动。17先做成果验收，未来民众就当感受到因的专业。第30个志工，因的台语拢非常的好安尼。因本来就是讲铁道部的导览，因本来就讲啊真好安尼，佮结合台语安尼吼，就希望讲你看今年也是明年吼，大朋友小朋友来到铁道部的这个所在吼，会用台语来熟悉咱的铁道的文化。为着要推动语言编传，未来台博馆和台语路协会也会继续合作，培训台语导览人才，提供更较侪本土语言的导览场，创造台语环境，实现台语主流化，也鼓励民众来踅博物馆听台语导览。记者陈心彤、林碧凯台北报道。